好，下一位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咁啊，想跟進翻呢係答覆編號咧 HHB 164同埋165都係我本人嘅提問。咁啊，政府喺個答覆度呢，就話會喺適時公佈啦，同埋有序咁樣推展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咁啊，想問一問啦，例如今年或者明年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公佈呢？咁啊，政府早前呢，其實已就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呢，係作出一個人口嘅推算啦。咁當中涉及到唔少新嘅公屋啊，同埋居屋嘅落成。咁其實相信未來嗰個實際人口呢，都唔會有太大嘅偏差。咁想問一問就係政府話會喺適當嘅時候呢，係增設呢一個新界北嘅聯網。咁目前會唔會有啲初步嘅估算，大概會喺幾時可以成立呢？咁啊，令到我哋新界北有大批嘅居民搬入之後呢，可以確保有一個足夠嘅醫療服務。咁另外呢，我都想跟進一下啦，關於答覆編號173嘅。咁提到呢，醫管局會喺今年嘅第二季係逐步增加25,000個夜間診症嘅服務名額。咁想了解一下當中其實有幾多係屬於新界北嘅呢一個診所呢？咁其實我哋喺地區都見到，其實呢個夜間診症服務啦，都係需求不斷咁樣增加緊嘅。咁想問下呢25,000個名額，其實係咪足夠應付有需要嘅市民呢？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再增加個名額呢？唔該，主席。局長。就住醫院嘅發展計劃咧。我哋已經作過一個解說咧，就係個人口咧，確實香港喺過去呢段時間咧係好大嘅一個改變嘅。以往嘅所謂第二個10年嘅醫院發展計劃咧，係基於一啲好舊嘅一啲數據啊。隨住香港嘅發展咧，特別係個新界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我哋睇到加上嗰個人口整體嘅結構嘅改變啊，咁咧我哋係需要作重新嘅部署嘅。咁喺之後我哋會做嘅咧，就唔會好似當年咁樣一次過用一個10年作為一個數據，因為我哋睇到咧可能嗰個時間上會長一啲。第二咧就係我哋未必會成個香港咁樣去做一個部署，而係針對住某一啲地區嘅發展咧，我哋係用一個即係叫做斬件咁嘅形式啦嚇，用一個唔會用全香港嘅一個形式去到作一個咁樣嘅發展計劃嘅。至於你提到嘅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我哋會喺咩時間有啲乜嘢嘅一啲嘅建設呢？就我哋相信醫療呢係配合成個北都嘅發展嘅，我哋會密切咁睇住北都嘅發展呢，去到作一個部署，增加新界北部都會區嗰個醫療服務，呢個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至於你提到個夜診服務呢，我哋係根據喺唔同嘅區個人口啦，佢個其他嘅醫療服務啦，以至到一啲數據咧，去到考慮將來我哋增加夜診嘅呢啲名額係擺喺邊啲區域嗰度嘅，從而做一個人手啊，以至資源方面嘅配合啦。咁我哋已經有某幾個區咧係我哋嘅重點嚟嘅，呢個係根據數據定出嚟嘅。我俾我哋個基層醫療處彭飛舟醫生去答個數，嗰個某啲區增加夜診嘅數目啊。係派生簡短，唔該。好，多謝主席。其實我哋都係根據嗰個唔同嘅區，包括屯門啊、北區、大埔、沙田都會有相應增加嘅。咁北葵涌家庭醫學診所都會應付一啲其他嘅即係地方嘅離島方面嘅一啲服務嘅。咁我哋就住其實嗰個分配係有彈性嘅，我哋都就住相應嘅即係數據咧而有啲調整嘅。多謝主席。